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热清定。今仔日就职满1个月，根据着凯达格兰基金会新台湾国策智库上新的民调，赖总统的满意度56.8%，无满意度是24.5%。若行政院长杜英台的满意度是53.6%，无满意度是22.7%。甲赖总统问讲，就职满月，甲家己拍几分？总统是笑笑啊，无回答。赖总统再去参加着国际急诊医学年会，是甲专家学者来发话，希望会当协助台湾来加入着世界卫生组织。I would like to ask for your support for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. 甲国际朋友发声支持台湾加入 WHO。伫咧就职满1个月这一天，总统赖清德换变做医生的身份，参加国际急诊医学会议。One goal of my administration is to create an even healthier Taiwan. 袂锻炼每一位台湾人身体都当勇敢，敢若捌伫咧呼应前一天宣布成立健康台湾委员会理念。不过就职满月心情啥款嘞？上新的民调出来。赖清德满意度来到56.8%，无满意的有24.5%，行政院长杜英台部分满意度53.6%，无满意的22.7%。总统就职满月，给自己打几分？表现甲安怎，得到互各界评论。若大家最近关心国会职权修法，连赢的支持度来到48.1%，难赢36.9%。国会战场若有关赖清德声望，可能会影响2026的选战。若立两党全力备战。民主革新，民主革新，国会改革。未百外民众徛踮伫咧永春市场，家己会切较心，尽量甲含道志强包围起来。同一个时间，过一条街，就是民进党议员柯淑华、洪建桥，嘛招民众集结。两边定定是斗争甲真厉害。面对福建案，明仔载表决，哪料拢伫咧加路议论。青鸟预告时到会伫咧tập园路口集结，对歌找志刚。国民党嘛宣布迄天会伫咧青岛东路发起南京行动。希望大家都是理性冷静，大家彼此尊重。频繁最后做背后的政治动员，会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。我相信这也不是民进党所想要的。国会这款修法战场分化，哪料国政入去表达诉求，同齐拼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